我哋今日要為大家報道新聞報導。我係5A 班嘅梁振武，我係5A 班嘅黃嘉欣。冬天呢係毛毛靴出動嘅日子，女士佢哋貪靚，即使係天氣和暖，仍然都係靴不離腳。有皮膚科嘅醫生指出，部分嘅毛毛靴透氣能力差，容易令雙腳出汗，隨時焗到變成香港腳或者生汗泡。皮膚科專科嘅醫生史泰龍表示，冬天天氣乾燥，腳部出汗理應該較為夏天少，好多女士都跟住潮流。即使天氣和暖，都長時間着住毛毛靴，最終焗出臭腳。佢解釋，雙腳嘅喺又熱又焗嘅情況下，真菌會形成腳癬，患者會感到好痕同埋好難受。如果腳掌皮膚長紅點，甚至乎出現甩皮，咁就係汗皰。要減少雙腳汗臭嘅情況，史醫生建議避免喺悶熱嘅天氣仍然着住毛毛靴。如果有臭腳，就應該每晚以殺菌鹼液清潔腳部，或者用含有鋁鹽止汗劑保持腳部乾爽。佢又建議購買靴嘅時候注意物料，例如購買一啲透氣度比較好嘅皮革品。常見於年輕女性甲狀腺癌首列為香港10大癌症之一。專家懷疑甲狀腺癌係受輻射影響致癌。住宅及辦公室長年關窗開冷氣，冬氣積聚可能係風險之一。甲狀腺癌患者主要係女性，2011年697宗個案之中，79% 係女性，男女比例為1:4。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總監顏繼昌表示，甲狀腺癌喺全球都喺度上升趨勢，而患有良性甲狀腺癌嘅同埋家族病史嘅人風險較高。顏話，輻射肯定係引致甲狀腺癌風險因素。辦公室同住宅全年關窗開冷氣致癌，冬氣積聚會釋放輻射。另外，醫學界亦都懷疑同肥胖嘅食物中嘅碘質唔夠有關。多謝大家收睇今次嘅新聞報導，再見。